大家有冇試過一種好無力嘅感覺？明明自己好想身體健康、生活順遂，但每次見到身邊嘅人，甚至係自己，好似點努力都逃不出某種宿命。例如你見到屋企長輩有糖尿病或者癌症，心入面就會一沉，覺得自己遲早都會步佢哋後塵，因為基因注定咗。又或者你明明好想積極創富，想降段好姻緣，但每當機會嚟到，你個腦就會自動彈出個聲音，話你聽我邊有咁嘅福分，我呢一世都係注定平庸。你以為呢啲係命運，以為自己只係一部被寫好程式嘅生化機器，只能夠無奈接受。如果今日你都處於呢一種無力感入面，我想話你聽，你完全被舊時代嘅科學觀念呃咗。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之前分享過嘅兩本神作，你一定會記得喺端粒效應入面，我們知道心理壓力會磨損端粒，加速衰老，直接縮短我哋嘅細胞壽命。而喺藍色地帶入面，我們又親眼看到那些活到100歲都健步如飛嘅長壽老人，無一例外都擁有極其樂觀平靜嘅信念。呢度就帶出咗一個極之關鍵，甚至令人抓狂嘅科學謎題。信念這種看不見摸不着嘅心靈東西，到底係點樣喺生理上實時改變緊我們細胞嘅？今日要同大家深度拆解一本，徹底解答呢個謎題，粉碎基因宿命論，甚至將科學同心靈完美結合嘅神作。呢本書嘅中文版叫做《信念的力量》，英文原著係《The Biology of Belief》。呢本書將會用最前沿嘅表觀遺傳學，話你聽你嘅信念，正在直接重寫你嘅基因表達。作者布魯斯·雷納普頓 （Bruce Lipton） 唔係咩心靈雞湯導師，佢係一位曾經喺威斯康辛大學同史丹佛大學醫學院任教嘅頂尖細胞生物學家。佢喺顯微鏡下研究幹細胞幾十年，卻得出一個震驚整個科學界嘅結論：真正掌控你人生、你健康，甚至你命運嘅，根本唔係你嘅 DNA， 而是你嘅信念。你可能會覺得信念呢個聽落好似好玄學、好維生海，係咪即係吸引力法則嗰類心靈雞湯呀？唔係。納普頓博士係用最嚴謹嘅細胞實驗、分子生物學，甚至係量子力學，去向你證實你嘅每一個念頭真係會實時改變緊你細胞嘅生理結構，甚至決定緊你基因嘅開關。如果今日呢條片你可以有耐性睇到最尾，我保證你會經歷一場認知上嘅大地震。你會明白自己根本唔係基因嘅受害者，而係自己生命嘅創造者。準備好未？等我哋一齊行入顯微鏡下嘅微觀世界，睇下你嘅信念點樣喺細胞層面改寫你嘅人生。要明白信念點樣控制身體，我哋首先要打破一個根深蒂固嘅科學迷思。呢個迷思叫基因決定論。由讀書開始，生物科教科書就話我哋聽 DNA 係生命嘅藍圖，它決定咗你嘅眼珠、顏色、你嘅身高，仲有你容易患上咩病。科學家甚至曾經過度樂觀地以為，只要解密晒人類基因組，就可以解決世上所有疾病。納普頓博士話呢種觀念令現代人產生咗一種極深嘅受害者心態。你想下，如果基因決定一切，但當你被診斷出帶有某種遺傳病基因嗰陣，你除咗等命運宣判，仲可以做啲咩？你只能夠覺得自己無能為力。但納普頓博士喺做幹細胞實驗嘅時候，發現咗一個極其驚人嘅現象。佢將一粒完全一模一樣嘅幹細胞，分別放入3個唔同成分嘅培養皿入面。結果放在第一個培養皿嘅幹細胞生長成肌肉細胞，放在第二個嘅生長成骨骼細胞，而放在第3個嘅竟然生長成脂肪細胞。呢個實驗結果徹底顛覆咗當時嘅主流醫學。你想下，呢3組細胞嘅基因藍圖係完全一模一樣㗎，但點解最後會變成截然不同嘅嘢？答案係環境。決定細胞命運嘅唔係細胞內部嘅基因，而是細胞所處嘅外部環境。基因其實只是一本食譜，它本身係被動㗎，冇得自己話事。真正決定邊一頁食譜被打開，邊一個基因被讀取嘅係環境發出嘅信號。
呢個發現直接催生咗一門全新嘅革命性科學——表觀遺傳學 （epigenetics）。epi 喺希臘文入面係在之上嘅意思，表觀遺傳學就是研究在基因之上控制基因開關嘅機制。而對於我哋人類呢個由50萬億個細胞組成嘅龐大生命體嚟講，我哋細胞嘅外部環境係咩？冇錯，就是我哋嘅血液。而決定血液入面含有咩化學成分、釋放咩荷爾蒙信號嘅，就是我哋嘅大腦。而大腦又係根據咩去釋放信號呢？就是你對這個世界嘅感知，亦即係你嘅信念。為咗等大家更容易理解，立普頓博士喺書入面提出咗一個非常天才嘅比喻。佢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得一個細胞嘅大腦喺邊度？相信99%人，包括以前嘅科學家，都會毫不猶豫咁答細胞核啦，因為細胞核入面有 DNA 嘛，好似電腦嘅 CPU 咁。但立普頓博士做咗個好大膽嘅實驗，佢用微手術將細胞嘅細胞核切除。如果細胞核真係大腦，細胞應該即刻死掉，對不對？結果令人大跌眼鏡，失去咗細胞核嘅細胞，竟然仲可以喺培養皿入面活生生咁生存幾個月。它們依然會游動、會進食、會排泄、會避開毒素，甚至會同其他細胞溝通。它們唯一做唔到嘅就係分裂繁殖，因為冇咗 DNA 藍圖。呢個實驗證明細胞核根本唔係大腦，它只不過是細胞嘅生殖器官。但真正嘅大腦喺邊度？立普頓博士發現，細胞嘅大腦其實係細胞膜 （cell membrane）。細胞膜表面佈滿咗成千上萬個微小嘅蛋白質，叫做受體同通道。呢啲蛋白質就像是細胞嘅眼睛、耳朵同皮膚，它們負責接收外在環境嘅信號，然後將信號翻譯成化學指令，傳入細胞內部，告訴基因要點樣反應。這個過程在生物學上叫做信號傳導。當你將這個機制放大到整個人體，神奇嘅事情就發生了。你嘅大腦就是一個超級翻譯機。當你遇到一件事，你嘅大腦會先對這件事做出主觀嘅解讀，即係你嘅信念，然後根據這個解讀，命令身體釋放相應嘅化學物質。例如，當你行街突然見到一隻老虎，你嘅信念話你聽，這係極度危險㗎。大腦收到這個信號，會立刻釋放壓力荷爾蒙，如皮質醇、腎上腺素，命令細胞進入戰鬥或逃跑嘅防禦模式。這時候，你嘅免疫系統會暫時關閉，血管收縮，能量全部輸送到四肢肌肉，準備逃命。相反，如果你見到一個你心愛嘅人，你嘅信念話你聽，這係安全、溫暖、充滿愛嘅。大腦就會立刻釋放多巴胺、催產素同生長激素，這些化學物質會通知全身50萬億個細胞安全了，現在可以進行細胞分裂、修復同免疫防禦。換句話說，你嘅細胞根本睇唔到外面嘅真實世界，它們只能夠透過你大腦翻譯出嚟嘅化學雞尾酒去決定自己應該生長定係防禦。如果你天天活在焦慮、恐懼、自我懷疑嘅信念入面，你嘅細胞就會長期處於防禦狀態，停止修復，最終導致免疫力崩潰、慢性發炎，甚至細胞癌變。這就是信念的力量，在生理學上最直接、最硬核嘅證據。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既然信念咁重要，但我由今日開始，每日對住塊鏡大喊100次，我很健康，我很富有，我很幸福，用正能量去洗自己腦，係咪就可以改寫基因、改變命運呢？立普頓博士好殘忍咁話：你聽幾乎冇用。好多人睇完坊間嘅心靈勵志書，嘗試用積極思考去改變人生，結果往往以失敗告終，甚至覺得自己更挫敗。點解？因為你忽略咗大腦嘅一個核心運作機制——意識與潛意識嘅對決。立普頓博士指出，我們嘅心智其實分為2部分。第一部分係意識 （conscious mind），它代表你嘅創造力、你嘅願望、你嘅理性。當你話我想發財、我想減肥，這係你嘅意識在說話。意識嘅運作速度大約是每秒40個位元 （bits） 嘅資訊。第二部分係潛意識，
Subconscious Mind， 它是一個超級強大嘅自動播放器，它儲存咗你由出世到現在所有嘅習慣、本能、反應同埋最深層嘅信念。潛意識嘅運作速度是驚人嘅，每秒4000萬個維元。更致命嘅係，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有95%嘅時間，我們都是被潛意識所操控嘅。你想下，當你行路、呼吸，甚至揸車嗰陣，你根本唔需要用意識去思考點樣踏油門、點樣擺動雙腿，全部都是潛意識在自動導航。這意味着，即使你用那5%嘅意識去大喊正能量口號，但你那95%嘅潛意識入面，如果裝滿咗童年時期遺留落嚟嘅限制性信念，例如我不夠好、錢是很難賺的、世界是很危險的，但你嘅身體同人生依然會忠實咁執行潛意識嘅劇本。這就像是一部電腦，你用鍵盤意識輸入想寫一首優美嘅詩，但電腦後台潛意識卻一直在運行一個中毒嘅垃圾程式，結果輸出嚟嘅依然會是亂碼。那麼這些強大到可以綁架我們人生95%時間嘅潛意識信念，到底係點樣嚟㗎？納普頓博士在書中揭示了一個令人震撼嘅發展生物學事實。在我們0到7歲嘅童年時期，我們嘅大腦波形主要處於腦電波 theta 波嘅狀態。theta 波其實就是催眠狀態。換句話說，在7歲之前，你嘅大腦係完全沒有防線㗎。你就像一部全新嘅錄影機，毫無篩選咁將身邊父母、老師、社會嘅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全部錄製落去，直接寫入你嘅潛意識，成為你人生嘅底層代碼。如果小時候你父母經常因為錢而嘈交，或者經常同你講我哋屋企好窮，買唔起，又或者你做錯事嗰陣被大人鬧你真係冇用，咩都做唔好，這些說話會毫無過濾地變成你潛意識入面嘅真理。長大後，即使你意識上再努力，你那95%嘅潛意識都會默默在後台作祟，引導你做出自我毀滅嘅選擇，去符合你童年錄下嘅那個我不夠好、我不配成功嘅劇本。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明明知道健康重要，卻依然會暴飲暴食；明明想要幸福，卻總是在感情入面重蹈覆轍。既然潛意識嘅力量咁強大，而我們又在7歲前被寫入咗咁多垃圾程式，難道我們這一世就只能夠被潛意識奴役，毫無翻身之日？當然唔係。納普頓博士寫這本書最核心嘅目的，就是為了教我們如何奪回生命嘅控制權，重新編寫我們嘅潛意識。既然潛意識是一個自動播放器，我們要改寫它，就不能用對待意識嘅方法，例如講道理、用意志力硬撐，而是要用符合潛意識運作規律嘅方法。納普頓博士在書中提煉出3個最有效重塑潛意識嘅途徑。第一是自我催眠。還記得剛才提到0到7歲嘅大腦處於 theta 波狀態嗎？其實我們成年人每天都有2個時刻，大腦會自然進入這種 theta 波嘅催眠狀態，那就是在你剛準備入睡以及剛醒來嘅那一刻。在這2個半夢半醒嘅黃金時間，你嘅意識防線會暫時撤去，潛意識嘅大門會微微打開。如果你想改變某個信念，不要在白天清醒時苦苦掙扎，試下在床頭準備一副耳機，在每晚臨睡前播放一些正向暗示嘅音頻，或者在腦海中清晰地想像你渴望成為嘅那個畫面，讓這些正向嘅信號直接滑入你嘅潛意識深處。第二是重複練習。潛意識除了在催眠狀態下可以被寫入，另一個渠道就是透過不斷重複去建立新的神經迴路。這習慣就像你學揸車、學彈琴一樣，一開始你需要用意識高度集中去思考，但當你重複做了1000次、10000次之後，這個動作就變成了肌肉記憶，寫入了潛意識。如果你想建立一個我很自信嘅信念，你不能只在心裏想一次，
你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斷重複做出自信嘅行為，即使一開始是裝出來嘅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每一次重複都是在潛意識入面刻下一道新的溝渠，直到它取代舊有嘅限制。第三是運用能量心理學。納普頓博士在書中大力推崇一些結合了量子物理學同生物能量學嘅新興療法，例如 PSI、刺激 K 等。這些方法透過身體嘅肌肉測試，直接與潛意識對話，並利用左右腦整合嘅技術，可以在極短嘅時間內，將一個深層嘅恐懼或限制性信念，重設為支持你嘅正向信念。當你成功改寫咗潛意識嘅底層代碼，你就不再需要用意志力去苦苦對抗自己。你嘅50萬億個細胞會自動接收到健康、豐盛、和諧嘅化學信號。你嘅身體會自然而然走向療癒，你嘅人生會自然而然吸引到對嘅人同機會。各位觀眾朋友，布魯斯洛納普頓博士在《信念的力量》這本書入面，為我們展示了一個極其壯麗嘅生命途徑。我們每一個人都不是被基因藍圖鎖死嘅生化機器。我們嘅身體其實是一個由50萬億個細胞組成嘅微型宇宙，而你就是這個宇宙嘅神。你嘅每一個念頭、每一個信念，都是在對這個宇宙發出創世嘅指令。由今日開始，試下覺察自己腦海中那些我不行、我注定如此嘅聲音，明白那只是童年時期被錄下嘅過時程式，它不代表真正嘅你。溫柔地對待自己，用愛、用安全感、用正向嘅感知去滋養你嘅細胞。你嘅身體是你住一世嘅屋，而你嘅信念就是這間屋最溫暖嘅陽光。多謝你睇到最尾。如果你鍾意今日嘅分享，覺得這本書嘅科學觀點啟發到你，記得幫手俾個 like 同訂閱我嘅 channel。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